班都来，那么他们前面叫这一年这奖金班来跟咱共生的来共同学习。那么当然因为较准书牌呢，也是着合法吼，合法就是直起来学习。那么合法因也要学习这个公孙之篇呢，本来合法是一个4年教育班呢，要来学习的这个课程，但是呢。咱礼拜天哦，拄好咱节主任搁伫国外，袂当去，所以呢，助理师辈哦，爱学校的一个公孙秋篇呢是协会班学习，但是学校非常的心痛心痛哦，足惊咱的前辈这老大山呢，听到这评主吼，就甲困去啊。但是学校若是尽量学习，一定有爱心境呢，要如何家成绩迁出，因为经典是这2000多年。咱研究到即阵吼，真侪咱研究论语的时阵啊，甲咱研究历史，咱王定文主甲咱徐老师拢甲咱主编讲以古以今，甲咱电老师咧讲金黄金相传啊。伊即摆为虾米甲咱讲在这金黄金啊？是不对就是叫咱照着圣贤经的脚步去学习哦，是要如何学圣贤？那么咱要如何了解咱的纪律会？绝对一定爱有5大条件，而且通知。所以呢，伫这一年内底，唯有圣贤因所留落的精神，甲因的言论呢，是无法度互世俗的人来推翻的。那么，伫咱唐太宗的时阵，伊就讲句话，是讲咱人呢是以道为镜。过去唐太宗的时阵呢，古早时代无镜嘛，无倒水面的镜，是以道为镜。那么以道为镜要怎？就是要端正着咱的帽啊，咱的衫哦，正衣冠。那么而且咱以古为镜，就是说咱知影知清体。那么这一年内底，我时常咧来做一个体会，是青阳是红阳是，说咱平常时代的波段哦，这个一年内底，我讲咱大致的结论无。那么这一年内底，咱要如何来帮助咱的信心？我拢来体会。第一课宗教，那么咱宗教有不一种宗教，哦，有自由动静的宗教，那么嘛有四书五经，人去互咱研究。那么伫咱一贯的教育内底，学校拢家己安尼沾沾自喜。为什么沾沾自喜？就是讲，咱今日信这一贯原则，咱得经历经前这一年内底，互咱研究经典，我是上听足侪人参与着。主题啊，好啦，当然主题因为咧研究广论，就是四书五经的一种的深刻。那么学校家己看过呢，我感觉讲，亲像咱柯校长讲话讲，吼，咱研究这吼，唔只叫做成绩，因为伊有参加过咱4年教育班。那么伊听了班的论语名，杨永平主任讲的，这论语学而篇了，嘛毋是讲学而篇，应该是讲大概论语的一个介绍。那么伊就甲我讲，伊讲吼，若拄仔迄个讲师是读3年，那伊才甲我讲论语，我甲讲吼，伊过去的学历读3年，我无清楚，因为伊毋是咱爱上3年。那么今日伊有法度通甲论语讲甲较清楚，不过也就是伫咱道场内底不断，多听多闻多看多书，而且过程内底，注意对面论语呢更加进一步，而且认识。所以，而且咱学校学习的过程，咱学圣贤、学经典。特殊那是国外的博士啊，红色衣服的，哇，原来那是国外的博士。